一入屋先見到飯廳位，收納櫃同書櫃都做得幾足。903尺嚟講，空間用得幾實際。行入去客廳，感覺更開揚，窗邊有露台光線，坐低會舒服。望出去有遠景，唔會太壓迫。廚房係獨立式，唔會開晒出廳。兩邊都有工作台，煮食幾順手。有窗加工人房，功能算齊。主人房已經做咗平台床，大窗望出去，光線唔錯。房型方正，擺位唔會太難。主人房浴室唔係細細間，有浴缸，想浸浴都做到。鏡櫃收納夠，日常好用。呢間書房幾有特色，書台對住窗，做嘢唔會太焗。玻璃地台位令空間有記憶點。最後睇埋客浴，洗手盆夠闊，收納都唔少。有窗通風，呢點好實際。